由社署推行嘅關愛隊支援長者及照顧者計劃已經由今年4月起延續推行3年，繼續支援獨老、雙老、護老者同殘疾人士照顧者，亦都喺今年3月起擴闊到服務三無大廈嘅高風險長者戶，進一步提升及早識別、及早支援同埋及早介入嘅成效。兩年有多啦，我有時自己住啊嘛，有時喺外邊食，唔方便就上落啦，或者你一個人住係咁咪習慣咗嘛。透過政府嘅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，我哋能夠更加精準咁樣揾到好似林伯呢一啲較隱蔽、有需要但未能夠被全面支援嘅長者，呢啲正正係關愛隊服務嘅價值所在。我哋收到社署轉介名單之後咧，都逐家探訪，主動關心、耐心咁溝通，慢慢建立信任。都有照顧我，點解我長者中心啊，今日各項活動嘅，佢逢星期二咧，佢有早飯嘅，逢星期二咁樣咯。即係普通啲都係點樣講，上去睇下電視啊，傾下偈啊，同啲老人家咁咯。啲長者中心啊，係咁樣。我哋透過主動去接觸、持續關懷，而長者中心亦都提供咗專業支援同埋飯堂膳食嘅服務，形成咗互補。我哋關愛隊嘅義工係透過細心去觀察佢嘅居住環境同埋獨居嘅情況，留意到佢平時冇乜同其他人聯繫，我哋亦都掌握咗佢嘅需要，並且喺建立信任之後，我哋同佢解釋平安鐘嘅作用，令到佢安心咁接受服務。咁我裝咗平安鐘之後咧，咁我就個人咧就放心好咗好多係嘛。咁如果有咩萬一我有咩自己有咩事咧，都可以第一時間照顧我啦，變咗係咪先？最重要係唔好因為唔好意思、唔想麻煩人哋而拒絕求助。社區嘅關愛係為大家而設嘅，社署會繼續透過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擴大服務嘅覆蓋範圍，及早識別更多有需要嘅長者同照顧者。關愛隊亦會繼續無私付出，主動走入社區，爭取接觸更多有需要嘅市民。